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正到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瑞丰有一群人，伫昨早趁好天，小早去瑞丰的北分寮行步道爬山，半中途的时是拄到上百只虎头蜂攻击，有11个人互蜂叮到，造成轻重伤，其中有2个人伫救护车顶头就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不幸过往。有被叮到还是建议都到医院看一下，好不好？谢谢。去打个针。20早起有20位民众趁好天气，逍遥到新北瑞丰区北分寮步道去佚佗，想到却伫中途拄到虎头蜂攻击。新北市动保处紧急比对，认定是黄卡虎头蜂，现场至少100多只虎头蜂叮人。有一个小平台休息啦，那有正在休息喝水啊，那。一个山友就拿扇子出来扇嘛，热啊，那刚好就有一只蜜蜂来，那只蜜蜂刚好在他身上，他就赶快挥走，之后就来了2、3只，之后就现在蛮多只的，我们就吓死。虎头蜂真的很厉害，跟着你，跟着你，所以有的人就被叮了好多包。警消派出20车51人去救援，搁早肾上腺素甲所去协助。伫这20人当中，有11人互蜂叮到，其中7人伤势较轻，分别送去瑞丰炭工病院甲基隆中间病院。先下来的16个人里面，其中有7个被蜂蛰，那基本上都意识很清晰啊，没有什么大碍。伤势较严重的4人，消防人员用光烧炭架将因搬落山，佮马上建立静脉输液补充体液。部分途中有2人失去生命现象，救护人员除了 CPR， 也用筋膜注射方式自性上散注治疗昏迷症状。伤势上严重的姓焦甲姓胡2个人，分别送新北瑞丰炭工甲基隆北都炭工病院急救，2人在暗时6点左右宣告不治。病人的主诉是看到比较大只的，差不多有3公分以上，黑色的，应该都是虎头蜂。这虎头蜂呢，当然比较大只的时候，它的这个毒剂量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即使过敏体质，其实小只的这道，它会呼吸很急迫，血氧会降低，会很厉害的过敏性休克的症状。9月份虽然是蜜蜂或者是虎蜂正常通报的大季，不过虎头蜂出现的比例也未少。民众在户外活动时阵，应该避免穿鲜艳的衫，或者是喷芳水。但是拄到蜜蜂、虎头蜂、虎蜂在附近咧说，唔通将一走，应该赶紧而且安静离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南天狗热的疫情。即马台南天狗热疫情是真热辣、真严重，已经超过8000例。有一个住伫安南区的重症患者，伊目前当伫家护病房治疗。即马伊的翁婿是批评讲，相关单位拢在推塞责任，社区的草啊拢无去喷、无去处理，藏炭病网，疫情才会这热辣拢未收煞的。公所即马是表示，即块空地啊是社区的管委会管的，已经要求因爱改善。伫咧台南有一位26岁女性住伫咧安南区，本身就慢性病，15去治疗天狗节，才无几工的时间，就引发出血性重症。伊翁婿出面指控讲，是因为这社区上过垃圾，草啊是乱生，相关单位互相提责任，才救在这个炭病放乱。应该是要由里长通报。今天如果里长没有能力，管委会没有能力的话，里长第一时间要通报。我是从8月12号跟他告知，挂草的厂商的电话，结果也都没有处理。翁婿也指控讲，住户有甲管委会反映几落届，讲爱烤草也的整理环境，却因为工程发包超过10万，管委会受到社区规约限制，无被处理。通报里长防治天狗热说讲爱厘清这款范围，社区变做是防疫空棚，却拢无法度解决。预算超过10万块，管委会要召开区分所有的学能会议，它有一个法定门槛，出席人数才能够表决。你今天如果提早通知的话，疫情就不会蔓延。我们其实也有请环保局来协助过，可是因为我们和顺国仔的车辆真的是比较多，然后我们也有贴公告，也有广播过，可是车辆就不挪。那环保局想要协助也
无从协助啊。只是我们还是希望回归到那种社区管理的对社区管理的概念。不过，安南区公所表示，经过调查，当地所有权属社区管委会，区公所也发公文给社区限因限期改善，若准无者会开罚。可以使用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条例，针对它限期改善。除了这部分，附近社区的中卫区也防指控讲是这古在炭病网乱洗乱弹凶手之一。不过20已经请人去整理啊。台南市天狗节确诊人数超过8000例，疫情真严重。相关单位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希望民众大家做伙来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联合国大会昨昏伫美国纽约开幕。伫总辩论顶悬，咱台湾的友邦巴拉圭、贝里斯、秘鲁、瓜地马拉拢有替咱台湾讲话，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若毋是咱邦交国的捷克的总统，是公开谴责中国伫台海的军事行动，支持台海和平。En ese sentido, el gobierno de Paraguay expresa su apoyo a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para ser parte integral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中国国家打就一个巴拉圭总统贝尼亚伫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一个上场就挺台湾加入联合国，加上瓜地马拉、秘鲁、甲贝里斯，咱国友邦元首拢讲到支持台湾，无应该红排除在外。Esta organización tenga excluido a un país como Taiwán. Guatemala exhorta a las Naciones Unidas a que se agoten todas las medid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garantizar la paz y la seguridad internacionales en el estrecho de Taiwán. We ur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Taiwan Straits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seek a peaceful resolution to reduce tensions. 友邦嘛敦促联合国保障台海和平甲稳定。对台湾友善的捷克总统帕维尔嘛公开发言，谴责中国伫台海的军事行动，是头一天为台湾发声，非邦交国的代表。We deplore China's military actions which raise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its unfriendly actions against partn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除了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议题，11月由美国主办的 APEC 领袖峰会，由联邦众议员固定带头的25个共和党籍的议员，搁一届写配合国务卿布林肯，要求邀请总统蔡英文参加峰会，认为台湾应该得到 APEC 成员国同款的待遇。固定几个月进前，嘛发函讲过相关的议题，不过目前国务院并无针对这点做出评论。记者综合报道。若中国是一套扰乱咱台湾，即马美国众议院军委会有召开听证会，美国国防官员是对外表示，总讲中国封锁台湾将有可能会失败，但是直接要拍台湾要成功嘛真困难。若咱的军方嘛是时时咧备战，咱的陆军就伫屏东进行操演。拍摄直升机发射海参火箭甲连炮，为民警喊陆军伫屏东保利山进行3天连用操演，也搁地面部队拍出榴弹炮甲迫炮轮番攻击。空军有2只 IDF 冲场演练联合作战能力，欠军事未来翕相。最近共机站一直交代国军战备，唔敢放轻松。这时阵，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开听证会，探讨如何强化甲台湾的军事合作。We also need to reinforce capabilities of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f a Chinese invasion cannot be deterred, it will be catastrophic for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真济议员要求美国赶紧将军事航母运到台湾，才能协助台湾自卫能力。面对中国可能采取封锁行动，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指出，封锁会对经济造成真严重冲击，会强化国际对抗北京决心，这是严重误判。PLA blockade, so it would likely not succeed, and it would be a huge risk of escalation for the PRC, where it would likely have to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it was willing to ultimately start attacking commercial maritime vessels. Very few beaches where you could land craft on, mountainous terrain, and a population that we believe that would be willing to fight. 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easy about a PLA invasion of Taiwan. 联合参谋部少将麦基也认为，封锁是一个无可能可能的选项。那强军要对台湾发动正面两栖入侵，也是真困难。除了地形条件以外，伊相信台湾人民愿意奋战到底，所以入侵台湾绝对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咱来看一个上新的画面，这是今仔日透早，咱的国军针对双十国庆大典，咧进行空中航线的勘查。伫早起6点到6点半，有2台 UH-60M 乌鹰直升机，分别是对上山机场甲新德机场出发，飞过总统府，承替双十国庆的典礼勘查航线。咱即马就要连线，互台记台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带咱来看透早的画面。今日早是可能有真侪北部民众和正大声的声音吵精神，不过这边紧张，因为这是咱国公在咧为双十大典来做准备。今日在咧总统府升国旗了后，国军是派出 UH-60M， 也就是乌鹰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典馆来做双十大典的空中航线勘查。咱来看头多的画面。4点半，对，为树林来，迄个无好啦。迄个镜头摕起来时阵，发现镜头无够长。透过画面，使看到 UH-60M 的乌鹰直升机是豆豆飞过总统府典馆，分别是由松山机场甲新德机场来出发的。声音真大，侪民众也真好现到镜头咧翕相。后礼拜二就会进行双十大典的半兵力训练，若要关注全兵力训练的民众，上紧9月28即天就会使看到。不过，若是天气无好，也是无稳定的话，国军会随时来做调整。若要注意上新双十大典训练的民众，就要关注上新的消息。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总统府头前的连线报道。多谢碧君甲玉水，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拢是侪份好天，伫东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天气同款是真翕蛇，也若伫中南部是有机会会落地渐阵雨。过昼了后，伫桃园以北、中南部各地山区嘛有机会会落上局部雷公雨。温度的方面，中昼的时阵温度较悬，高温有31度至34度。啊，若高雄、屏东附近山区的所在，高温是有机会降悬到36度，提醒乡亲爱加啉水。另外，对明仔开始受东北风的影响，伫遮方面水汽会变较高。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也有宜兰、花莲、台东，落雨的机会拢会变较悬，温度嘛拢会略略下降。东北风到位啊，天气嘛愈来愈凉凉啊。泰国东部的暹罗湾浮游生物大量生团，造成海内底的鱼仔、蛤蟆无开死规堆。这片海即马是臭茫茫，沿海有一寡饲蛤蟆的养殖业者损失惨重。科学家表示，有可能是因为温度降悬，才会造成浮游生物大量生团。为天顶看落去，海洋的色水分做蓝色甲绿色，两款无同的色水。绿色的部分佫有豆豆变色的变化，这是泰国东部春武里府的暹罗湾。海洋科学家波卡瓦尼奇表示，这是浮游做坏的现象，严重污染海域。ไอ้ตัวนั้นก็เพิ่งเคยเห็นตั้งแต่เกิ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ก็แสดงว่าปีนี้มันรุนแรงมากจริงนะครับตรงนั้นเนี่ยที่เราวัดคลอโรฟิลตรงนั้นต้อง500กว่าปกติเราก็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เราก็เจอ50 100 120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浮游做化现象是浮游生物大量脱水，会消耗海中的营养甲物质，正做绿色。但是欠光照死亡会沉入去海内底，家己分解。兼个分解过程，嘛吸收海内底的酸素，造成欠酸素，正做加微色。海内底酸素量低，对影响海洋生物，造成鱼甲有壳的海产大量死亡。暹罗湾当地沿海260外个淡彩有壳的海产养殖区，都超过80%因此死亡，气味真臭。น่าจะเสียหาย100%นะครับตรงนี้นะเนี่ยพอเขย่ามันก็หล่นหมดเลยเนี่ยไม่มีตัวเป็นเหลือแล้วครับตายหมดแล้วทั้งหอยนางรมด้วยนะปกติมันจะมีหอยนางรมเกาะด้วยถ้าส่วนของผมอะผมตีไว้ไม่น่าจะต่ำกว่า500,000แน่ๆ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ได้มีแพนี้แพเดียว根据泰国渔业部2021年统计数据，春武里府每一档会当生产2086吨的蛋菜，价值差不多100万美金。严格做化现象，和养殖业者损失真重。暂时海洋科学家观测到，在2019年到2020年，性因现象造成火化甲海水温度升悬，浮游生物嘛大量脱水。科学家正在研究两件代志是毋是有因果关系，嘛希望透过研究预测未来浮游生物的脱水，和养殖业者了解收海产的上好时间。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玉。
在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议会按算伫今仔日会通过囤房税2.0的房屋税条例修正草案，甲有侪间厝价自本是以县市做单位，即马要改做以全国做单位来计算。差别税率调悬到2%至4.8%。行政院通过了后，草案就会送去立法院，成做新的会期的优先法案。继续关心《中国时报》，8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美金460亿，连11乌，年减15.7%。其中对中国落单的金额是年减2%，连续17个月负成长，足灭史上上长的纪录。继续关心《联合报》，台中市伫昨昏有抓到2间卵品厂商，因对今年6月份开始就甲土耳其、甲巴西这进口卵卡做2接，但毋过产地竟然是写咱台湾。即马专案已经向伊送法办，若这2间业者是化冤枉，讲因会安尼先做，拢是因为农业部要求的。农业部是表示，这是因为畜产会对标示的认知有误解，农业部监督不周，冒向社会大众会失礼。来关心进口鸡卵的争议是烧袂煞。新北市之前嘛有抓到讲，伫新庄有一间卵品公司，甲进口卵和台湾卵揽做伙卡做2接，也毋过共款伫产地一边是写台湾。昨昏卫生局是佫公布讲，这个表示无老实的2接，尾也是有送到新北的13间学校，甲20间食品业者，因拢有用到。即马已经罚这间卵品公司负伤性48万，专案嘛是会移送法办。进口鸡卵风波一直滚价，新北市卫生局进前查到，互相性卵品公司将进口卵甲国产的卵掺做伙做成无杀菌的卵型，产地线标示是台湾，勘测标示无实在。卫生局20日公布查到新北13间学校，甲20间食品业者，伫毋知情形之下，将这产品做成炒卵面包、提卵糕。卫生局要针对互相性卵品公司罚48万，佮移送新北调查处侦办。提供给13家总计8900餐的学校，那其中11家大约6700餐是属于暑期的辅导班。另外，台中2间卵液厂也查到用巴西、土耳其鸡卵，暗过煞标示台湾，引起生产地记录。农业部认为，可能是鸡卵制品实际转型认知无同，地数厂商标示误差，专案已经移送检调侦办。这个冷冻液蛋过往在进口的时候，它是属于实质转型。那所谓实质转型，那转型了以后，它的制造地就可以标台湾。好，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消署表示，就算将无共款产地鸡卵掺做伙做成无杀菌的卵液，也按照成分的关键将台湾国标示出来，按若无会以违反食安法，罚6万到2亿以下。为确保卵品流向，农业部甲消署20日也展开联合稽查，针对畜产会伫7县市13个进口鸡卵的冷链程度进行查核。预期品有没有依食安法的规定分区保存？然后标示明确，避免这个有流入食品链的情形，这是第一个查核重点。那查核到今天中午，13个仓储都会查完。消署强调，农业部在进口鸡卵拢系100%监视查检，符合规定才会输入。另外，这礼拜也启动全台50间卵液工厂辅导专项，确保符合食安法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那因为进口卵的争议，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昨昏是伊上班的上尾一天，伊是参加农金奖颁奖典礼。在致辞的时，爱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讲甲后甜目可红。那下晡的时，农业部毛替伊办小白会。最后一天做农业部长陈吉仲再去参加农金奖颁奖，颁奖人颠倒予未少得奖人概览。那伫致辞结束之前，本来要感谢农会照顾农民，煞一时后甜流目屎。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好不好？再次感谢各位。典礼进前，陈吉仲部长先接受媒体联访，表情看起来轻松，对外界继续支持进口卵流向，伊无加做解释，自认政绩无毋对，只是无用时间对我武功叫做更较有效的回应。也毋过，伊也是决定要请辞，为着互当年较好做代志。我今天离开了，那或许因为我个人，
而相关的攻击力道会大幅度减少，所以农业部的同仁一定可以更好好的做事情。农业部下昼会议举行识别会，包括产业代表、嘉义县长洪忠良拢特别就报参加。这摆协助佳能进口的北方公司董事长地武外也出席。伊讲当初全球禽流感严重欠粮，下当有粮已经是真好的代志。伊也为外界批评替农业部画网闊。鸡肉我在加工厂我也要库存啊，那这库存有的时候我也报废，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为着这蛋呢，遭受到这样的困难，很不公平的。原本也受邀的特产会董事长林聪贤，后来无出现接受媒体电话访问的时表示，单纯的代志只要去掉政治批评，真简单会当厘清哪一决定共进退。我应该一起跟他同进退，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北部做农的陈吉仲，2016年入阁担任农委会副主委，2019年议会接任主委，今年8月佫出任上届的农业部首任部长。就任51天落台，21起当部长会做回陈教授，伫农业部门7年外，最后挡袂过政府佳能争议。识别会最后，伊对农业部同仁表达感谢，落台一鞠躬。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进前伫国会有指控印度派特务涉嫌伫温哥华杀死一个加拿大公民，这个人是涉及到分离主义的领袖，这是引起即马印度和加拿大的外交恶化。印度政府伫昨昏嘛发出警示，警告印度人即印度公民，即阵啊建议唔通去加拿大。印度外交部发声明，爱伫加拿大印度公民甲学生保持高度谨慎，因为一个涉及到分离主义领袖伫加拿大互人杀害，互加拿大甲印度互相赶走一个外交官，致使两国关系恶化。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Canada chose such a public route. If at all they have an issue, these matters should be discussed privately with a friendly government like India, and matters should be discussed behind closed doors. Going public, making a statement in Parliament and so on was very unfortunate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aving gone that far, now I think they have really jeopardized the state of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印度反对党国大党批评杜鲁道为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尼加尔辩护非常可耻。印度外交部强调，印度外交官甲印度社区中对反映其地无共款意见的部分人士安全尤其受威胁。不过，无明确指出应该避免去加拿大的多次或实地点。加拿大当局无提供印度参加杀害尼加尔证据。I don't see him doing anything drastic. I hope he will fulfill his responsibilities, not to allow Canadian soil to be used for terrorism against a friendly democracy. ਸਾਡੇ ਇੱਥੋਂ ਪੰਜਾਬ ਜੋ ਗਏ ਜਿਹੜੇ ਵਸਨੀਕ ਨੇ ਨੌਕਰੀਆਂ ਦੀ ਖਾਤਰ ਗਏ ਨੇ ਪੜ੍ਹਾਈਆਂ ਦੀ ਖਾਤਰ ਗਏ ਨੇ ਉਹਨਾਂ ਤੇ ਬੜਾ ਮਾੜਾ ਅਸਰ ਪੈ ਰਿਹਾ ਹੈ。印度旁遮普邦自1980到1990年间，因为哈里斯坦分离主义暴力运动，造成当地动乱不安，造成人死亡。印度政府拜日已经否认开设这谋杀案，高指责加拿大外交官干涉内政。公司新闻陈慧仁评论。继续关心东欧的国家，亚塞拜然甲亚美尼亚即马是各发生冲突。亚塞拜然用打击分离主义恐怖分子做理由，宣布对纳戈诺卡拉巴克地区空袭，造成200个人死亡，400个人受伤。也那上新的消息是，亚塞拜然甲当地的武装势力即马已经同意讲会先停火。民众家己翕的画面，虽然看无任何武器，不过因听到阵阵的枪声甲爆炸声音，还有民众惊吓闪避的声音。传出武装冲突的地区是伫亚塞拜然境内纳戈诺卡拉巴克，当地是以亚美尼亚为主要族群。根据亚塞拜然政府的讲法，19进前，当地有亚塞拜然警察互地雷炸死。被认定是亚美尼亚的武装团体所做的，所以事发几点钟了后，就展开炮轰甲空袭行动。Ադրբեջանի զինված ուժերը սկսել են Լեռնային Ղարաբաղի ըստ էության ամբողջ տարածքի հրետակոծությունը եւ նաեւ որոշ ժամանակ անց սկսել են նաեւ գործողություն Լեռնային Ղարաբաղի շփման գիծը խախտելու եւ
纳戈诺卡拉巴克是亚塞拜然境内一个自治州，境内12万人是信基督教，不过亚塞拜然却是信伊斯兰教。虽然国际之间认为是属于亚塞拜然领土，不过为苏联解体进程的1988年开始，这个以亚美尼亚族群为主的地区就一直想要脱离亚塞拜然。1990年代武装冲突由亚美尼亚胜利，不过2010年第2回合大战由亚塞拜然夺回部分土地。迄时阵伫俄罗斯的操纵之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佮由2000多个俄军进驻执行维和任务。这摆武装冲突被看作是1988年以来上下对立的延续。进驻维和部队俄罗斯除了出动运输车队、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也要求双方停火。резкой эскалации ситуации в Нагорном Карабахе. Поступают сообщ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м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как заявляет Баку,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в регионе и ответ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местных армян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призывает конфликтующие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кровопролит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екратить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ь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都一直想要为高加索地区突破俄罗斯的影响力。2008年支持亲西方的朝鲜共和国政府，即马有一个要求亚美尼亚美军国家亚美尼亚举行联合演习，所以欧美这摆多方面要求亚塞拜然停火。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甚至要求制裁亚塞拜然。公视新闻戚家珍报道。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伫战争的第一线小战，有人离开战场战后是抵着创伤压迫症候群 （PTSD）， 身心拢受创伤，而且生活嘛失去方向。坐在涂骹甲治疗所算心理学基本游戏46岁费奥多罗夫，要为瓦格纳集团效力伫欧当巴赫姆特战斗。Поддержка была, то есть ты был уверен, ну, ты все равно, вы там чувствовали себя нужными и значимыми. Да. 费奥多罗夫原本是犯人服刑15年，前半世人拢伫家家度过。原本无想要过做兵，一直到服刑最后阶段，瓦格纳来招募。Приехал 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предложил за родину по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Я не отказал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люблю свою родину, я люблю свой народ. Я вообще русских люблю и уважаю, и ценю. 费奥多罗夫强调，伊正爱国，就甲瓦格纳到前线，火车交战6个月了后，换来转去俄罗斯，暗过退伍了后，伊得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唔知要如何生活。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выходят, и они начинают теряться, они начинают бухать. Их надо научить, это как маленькие дети, которых надо научить постепенно жить в обществе, в открытом обществе, в мирной жизни. 事实上，有 PTSD 的不只是费奥多罗夫，为前线退来俄军，各自出现无共款状况。有人回国了后，有2个月无法度好好讲话。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мне помогла, как минимум, у меня восстановилась речь. Я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заикался, и я даже не мог одного слова сказать. То есть настолько сильно это повлияло на мою речь, на 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ю и всего остального. То есть 法新社报道，俄国政府爱这军人卖命，不过因离开战场了后，却无得到充足的心理援助、社工资源，爱外靠退伍军人联名，甲其他团体来协助，才接触心理复健。就算安尼，部分退伍瓦格纳士兵，至今嘛依然相信对乌克兰战争的行为是正确，而且批评有关俄国人对战争无关心。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战火无情，毋但第一线的阿兵哥有心理创伤，为着避战火，真侪人日子是过甲真无平静，真侪乌克兰难民需要援助，囡仔人就更加无辜。今仔日行入世界边界俄乌战争系列报道，台记台采访团队要用镜头带乡亲，咱来去关心罗马尼亚当地少年组织因安怎对乌克兰囡仔难民的照顾。记者即马伫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交界社区苏切亚巴，这是当地人道救援组织的基地。因自2022年7月份开始，就着学校收留来自乌克兰、俄德萨和赫尔松的囡仔。
有一大部分因拢是孤儿。这套物啊排几排，囡仔伫草包顶做伙咧耍，甲其他的收容所无共款。罗马尼亚所在华这间庇护收留的是儿童难民，眼前才有路无厝的孤儿，因为战争的关系，乌克兰政府安排来遮避战会。Вони приїхали сюди з звичними педагогами, з звичними медсестрами, нянечками, всі свої. Тому перший час у них був якби перший шок від того, що вони поміняли місце перебування, але у зв'язку з тим, що всі вокруг знайомі, він швидко пройшов. 當地一個民間組織 Fight for Freedom， 第2019年創立，目標是要協助經生人甲有路無厝的人。喺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爆發了後，因就加入來到救援難民。喺其他大型的人道救援組織甲機構協助之下，因進行幾項計劃，其中一項就是安置這離開厝無親人通好陪伴囡仔。Besides these 75 orphans, we have rescued more than 400 children. We have evacuated and bring them to Romania and offer them shelter and food and everything else. 這位17歲戴安娜是為烏克蘭基輔郊區來的，今年年初來到羅馬尼亞，原底伊嘛是其中一個收容的難民。不過即馬伊加入團隊，正做志工，協助整理物資，陪伴比較少歲囡仔。Я приїхала до Румунії 8 місяців тому. Я приїхала до Румунії дитиною в центр, і тепер я волонтер. 前線的戰事還佫佇個當前，面對大量的救援成本，嘛考驗國際社會耐心。即馬外界關注的力頭有較減少，就算戰爭凍點，要大家會當去家園，也佫需要一段時間。現處時，敢若會當先甲眼睛顧好。組織眾人的力量援助被迫害的囡仔，讓這寡國家未來主人佇個無平靜的時代有一個平穩的生活。記者吳定宇、林建如羅馬尼亞採訪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和鄉親同齊來看世界。南韓總統尹錫悅佇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伊講北韓核武飛彈唔但對南韓造成威脅，嘛對印太地區的還有全世界和平帶來挑戰。中共俄羅斯幫助北韓強化武器，等於是咧惹事起無空，安尼南韓和盟友袂激點點。繼續關心美國駐黎巴嫩的大使館發言人對外表示，佇美國大使館出入口附近有傳出槍聲，也毋過無人受傷，目前正在調查。繼續關心美國聯準會已經是佇放慢升利息的腳步，今仔日因開會了後宣布利息無改變，無起嘛無落，也毋過為着要繼續對抗通貨膨脹。多數的官員攏是咧要講，佇今年應該也閣會升利息升一碼。鏡頭轉來咱國內來關心要獨立參選總統的郭台銘，佇昨昏開始連署的活動，伊的連署站濟濟支持者咧支持，也毋過即馬嘛有風聲講，那贏和民眾黨要聯合，要甲郭台銘邊緣化。郭陣營和瓜定贏即馬攏否認這款講法。另外，針對陳吉仲因為進口兩落台，兼民進黨主席嘅副總統賴清德是佇中常會頂頭肯定陳吉仲這7年來表現。喺全台灣連署起稿的頭一天，要拼獨立參選總統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親身去台北連署總部，受到支持者的歡迎。郭台銘講，伊的目標毋但是達到法定人數的人數，是愈濟愈好，甲副手賴培霞專工去新北邦橋站點。毋過，有風聲講，國民黨甲民眾黨加速討論賴培霞的代誌，聯合互郭台銘邊緣化。毋過，郭陣營甲瓜陣營攏否認，批評烏白漢的行為對在野的整合是不利的。菲律合作有新的進度嗎？很多事情呢，我們都在進行中，聯署，我想會對這件事情的促成。大家團結合作有極大的幫助。藍白合呢，一直是特定的名嘴，還有一些政黨在操作風向，高虹安會非常堅定的代表就能參選到底。另外，農業部長陳吉仲因為進口糧的議題請辭落台，賴清德喺民進黨中常會肯定陳吉仲7年的表現是真辛苦，嘛講希望未來朝野的攻防，特別是農業議題，應該回歸理性討論。賴清德嘛以副總統的身份參加亞洲報道聯盟秘書長結拜典禮。我們用山野來交朋友。台灣不是只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與國際同步，也不是只有半導體。其實
我们含有许许多多人民的生活的种种文明跟文化，是很值得国际社会来了解。罗昌德提出应该向国际推广台湾三亚观光，而且呼吁民众响应千里步道的运动，实现健康台湾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也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即马人伫美国访问，伫美国访问的最后一天，伊是去参加高科技论坛。伊咧致辞的时是对外表示，伊伫华府，伊讲有明确和美国讲，咱台湾高科技转型方向策略和美国拢同款，卖豆豆减少对中国的挖口。开始采取近岸跟分散式的风险，开始在转型。开始在调整我们全球的布局，我们会跟美国的有岸外包的策略是一致的。像我们的台积电，除了到美国、到日本，也到欧洲去的，就是采取用这个方式，慢慢的对大陆的生产的制造的生产的依赖就相对的减少。侯友宜对外表示，华府的政界智库拢正关心咱台湾高科技产业未来伫全球的布局，未来要安怎行？伊明确对外表示，国家安全会影响科技产业，唔但爱考虑效率、成本，嘛爱考虑运输制造风险。所以，台湾和美国的方向甲策略拢同款。伊嘛希望参与论坛，会当听各界的声音，会当互伊甲这新的观念早回来台湾。后礼拜就中秋啊，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捐助，所以就较少航班。即马疫情转好，头一中秋业者就讲，一寡中秋的物件、航班的物件销量拢有加3、4成，嘛要提醒民众，毋是抗茶啊，就通航包。高早尽管熟练的收加肉品准备包装出货，中秋节特别到啊，亲戚朋友团圆的时阵，不少人会选择当地烘肉。除了去餐厅，也有真侪民众为着方便，会直接订柜套装的烘肉食材，也互供应业者最近无用气质赶紧出货。今年的销售量比起以往的话，大概成长了3到4成左右。对。就疫情慢慢解封啊，大家烤肉的意愿就会相对的提高，所以今年的销售量相对有提高。疫情期间，政府为防疫实施各种管制，民众也唔敢当地烘肉，肉品业者业绩真受影响，真无简单等到今年解禁。业者预估销售热潮会当延续至少到10月中。也毋过，小块烘肉也毋是4月拢会当，部分县市像高雄、台南的公园全面禁止烘肉。为避免造成公共危险，高雄市公园禁止烤肉及燃放鞭炮，违反规定且屡劝不听者，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新台币1000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根据了解，6都中、上北塘园甲台中，中秋节期间拢会开放部分公园，也是农业区，互民众烘肉。台南甲高雄考虑公共安全，维持即马公园管制措施，禁止烘肉、放炮啊，违者相关会当罚6000。另外，因为天高地疫情严重，地方政府也提醒民众，小块烘肉爱注意防网，不要碗顶容器爱收好，以免提高疫情扩散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那台铁的司机员伫进前是有发动讲，伫中秋甲双十连假因无要加班。也毋过昨早20个工会干部和交通部长王国材进行闭门会议协商，双方尾也有达成共识。工会即马是表示有接受部长上大善意，所以因已经宣布中秋无要加班的行动会慢车座会暂停。那交通部嘛已经对外表示，中秋和双十连假台铁会正常营运。就台铁行车安全跟司机员驾驶安全这一方面呢，他做出最大的承诺，他会督促台铁就行车安全上的所有议题，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去全力去督促的话，那我们就接受部长他这一次的一个心意啊，那我们会暂缓中秋节不加班的问题。工会提出来诉求，包含自主管理津贴爱法制化，那新车故障的问题嘛爱改善，而且嘛要求爱成立行车安全委员会，而且爱有司机员加入，做伙来监督台铁的行车安全。虽讲即届无要加班的危机已经过去啊，也毋过工会嘛讲，总讲交通部台铁无照片照行，安尼明年元旦挂牌了后，因同款的继续抗议。
在地新闻镜头来花莲，卫福部花莲的玉里病院传出有一个医生，那亲像是伫网络顶头买零件，伫宿舍内底家己改称倒称。警方8月29有去查，确实有查到一支称，而且也有改称的工具。即马花莲的检方表示，初步了解，这个医生无伫病院内底开枪，那病院嘛讲，总共等判决出来，这个医生有妨剥夺公权，安尼就会甲伊解除职务。检察单位提出查定，入去病院员工宿舍，要求厝内人员配合电开所见加查扣不正。花莲玉里病院传出一个线小医师伫网络被改造成的零件，伫宿舍改造成。警方8月29所在伊办公室，大所在甲车查扣一支改造成正康机切割器这改称工具。红城病院有清醒，院方可对地检员工下封口令。查扣一支这个疑似具杀伤力的枪支，那后续该枪支是否具有杀伤力，是否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这部分还在侦查中，没有这个院内开枪，那我们也没有获得相关的佐证资料可以证明这部分。检方表示，情无确认承受杀伤力犯罪嫌疑甚达高，羁押勘站爱阁调查清楚，选去追查零件来源甲买枪用途。警方将改造成送去刑事局鉴定，佮依照情报罪嫌将这医师上班。玉里病院是发声明表示，事发时阵配合检调人员查扣相关事情，院长召集相关主管紧急应变处理，按过目前议员或者医师跨境引起讨论。公务员有相关的这个公务员的惩戒和保障嘛，那所以我们就是在司法调查前还没有判决出来前，我们是仍然让他看诊。那他目前是对内看诊，并没有对外。院方表示，这案件依然在调查阶段，应该向无罪推论，疑似成为公务人员都毁灭通缉或者是羁押，刑事判决确定，伫监所执行才会停止。另外，疑似违规将违禁品载入宿舍，已经记告处罚，目前在等司法判决。记者综合报道。也来伫新北市的五股有一个宗教道场，是发生拿刀甲人扑着伤意外，有一个人摕刀仔甲7个人抬着伤。警方调查，可能是平安餐分配出问题才会起冤家。目前已经依照伤害罪移送法办，因为这个道场有收容弱势民众，所以即马社会局、卫生局嘛已经介入啊。学长前面厉害！锁定白沙起诉，警力全部围起来。警力合约压制，将人抓回警察局。这10个人伫个宗教道场涉嫌提刀杀人。有人手，我个手要断个，我叫我较紧叫救护车，啊叫3、4台安尼，互我出来我足恐怖个呀。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五股，警方调查48岁姓杨的嫌犯，捌因为窃盗服刑，出监了后就住伫道场，已经生活半年。20早起9点外，领平安餐的时阵，质疑分配无公平，起冤家，就提刀攻击，造成道友甲住民7人受伤，个人头部受伤。在1个小时内在蓬莱6路6巷口逮获犯嫌，在侦讯之后移送新北地检署。代志发生的地点为红色线即间大毛洞宗教道场，伫5个关山区，看起来亲像洞穴，楼梯向下骹行，沿到念经的所在，向正面顶明白，引起大的放惊。是做慈悲他说要给人家住剩下4、5个人而已。所知影的都有一寡比较弱者有一寡去拐出来。道场不止每礼拜3固定发平安餐，各收容弱势民众，大拢免钱。即摆意外爆发闹会事件，新北卫生局、社会局这单位也拢介入，就安全维护关怀这代志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疾管署伫昨昏宣布，头一批莫德纳 XBB 放射伫这2日就会到位，伫后礼拜2会当开始注射，是提升予65岁以上的时段注射。若上紧伫10月初9开始，一般的民众嘛会当注射。另外，为着要鼓励高风险族群先去注射65岁以上的时段，有去注射就当领到500块的卫教品，也有10支快筛试剂。
XBB 疫苗确定后礼拜开始自疾管署宣布，因应新冠病毒株演变，目前国内外疫情犹原继续以 XBB 为主流病毒株。为着防止秋冬疫情搁起来，为9月26起，会分3阶段开放民众注莫德纳 XBB 疫苗。头一波优先注的对象是65岁以上高风险族群。XBB.1.5 的疫苗是一个新的疫苗，那对于这个65岁以上的民众，事实上如果打了之后，对于他抵抗这个传染力，还有这个并发症都有显著的提高。疾管署表示，为要提升长者免疫保护力，才会列为头一波注射对象。10月初2起开放医护人关注，10月初9才开放予全民来注射，提供予满6个月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是大人，经过医师评估，会当注1至2剂。也毋过有基层医师烦恼，最近新冠疫情当后，长者恐惊爱注的意愿无悬。疾病管制署应该定期去发布最近因为新冠肺炎引起住院或者是死亡的病例，让这些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差的人能够知道施打疫苗的重要性。为了鼓励高风险族群注疫苗，65岁以上长者，每人会当领500块的卫告片加10支家用快筛试剂。疾管署提醒民众，10月也拄好是公费流感疫苗，长者肺炎链球菌疫苗开始注的时停，只要经过医师评估，就会当同齐注，无需要加开头一批莫德纳 XBB 疫苗，这2天就会到货，大约132万剂，到今年底，拢总有600万剂会到货。记者综合报道。抑郁症即马互世界卫生组织列做社会经济负担第2悬的健康问题。对2018年以来，咱台湾嘛有超过40万的患者去医生看。即马三军总病院有一份研究发现，治疗失智症了后，嘛出现其他病症，亲像食食会有障碍，嘛出现大声、听力障碍，所以提醒患者和临床的医生就要加注意。伫台湾，因为忧郁症就医的人数真多。根据健保署的统计，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到40万人次。三军总病院研究团队特别针对治疗忧郁症了后的患者去研究，发现这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病症。忧郁症的病人呢，他也可能会有饮食障碍的问题，那另外也会有肝癣的一个情况风险出现。那另外也有可能因为忧郁症使用药品治疗之后，可能也有产生那个突发性耳鸣的一个风险存在。根据研究，忧郁症患者若是有饮食障碍，行地路的风险会比一般人加出1.8倍。研究团队指出，这些患者也常常会去看内科、中医、家医科等等，提醒临床医生都要量早注意到。另外，针对忧郁症患者后续治疗大癣的情形，研究者强调，虽然食抗忧郁的药物有侪种副作用，不过会当降低大癣的发生率。忧郁症的病人，他可能会增加肝癣的风险，没有错。但是如果有好好服用药物的话，它其实可以降低大约31% 的一个罹患肝癣的风险。所以我们其实想呼吁大家，其实好好的遵从医嘱，就会有蛮不错的一个效果。另外，高立田副教授也指出，患者食抗忧郁的药物，有当时会常常出现听力障碍，不过发生率非常低。建议患者若有相关的症状，会当主动提醒医生注意，才袂耽误治疗。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若根据台北家户的统计，因提供服务的弱势家庭内底有挖8成拢是细厝的，因为空间较矮，所以厝内欢欢喜喜。即马因是发起活动，要募会当活动式的拄仔或者弱势家庭，互因会当甲物件放互整齐。如果每日爱搬厝，安尼嘛较利便。妈妈，衣服放不下了怎么办？没关系，你先把它叠好就好了。物件拆甲规厝间，连衫拢无所在通放。这个有5个囡仔的单亲家庭，是台北市弱势家庭的其中一个例。台北家护中心服务的弱势家庭，发现内底有挖8成拢是细厝咧过日子。因通负担的厝税无济，厝就较矮、较细间。厝头家大部分也无同意因订拄仔，物件安怎整理就真做问题。很凌乱、很杂乱，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然后小孩就会说：“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哪里都放不下。”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足够良好的环境给小孩子。哇，都叠好了，看起来我们的空间真的变大好多哟！台北家护中心看到问题，所以发起募资，要买活动式的拄仔，或者弱势家庭通整理厝内。因为疫情当好，台北家护坦白讲，虽然募款有豆豆回流，但是因为通货膨胀，钱是愈来愈薄。
无款使用，弱势家庭的生活开销拢有影响。1份50块的物件，可即摆通膨了后，伊可能买的物件绝对用超过50块、60块、70块。针对通膨的部分，阮有甲阮所有的家庭搁甲盘点过去看，因若搁较需要的，阮有认养费，阮就会甲认养甲增加，互因就厝年的压力较无遐尼大。目前9月份学校开学，台北家护讲开学就有学费、册钱、买物件的压力，伊嘛发现有愈来愈侪弱势家庭来寻求帮助，加上真侪弱势家庭拢是做线工仔来过日子，工课无一定好找，也无稳定，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出手斗相共。记者郭文张随台北报道。新店有艺术家用小学生画出来的图，把这平面图变做立体的玻璃艺术。囡仔人看到家己的作品变做立体造型，拢感觉真新鲜。我会画这个狐狸，是因为我很喜欢狐狸。学生专心小解家己的作品，会当看到每一件作品顶面拢充满风花雪水。艺术家佫利用学生的创作，把原本只是平面的图变成一件件立体的玻璃艺术品。学生看到感觉真欢喜。艺术家把我的原本的作品就是呈现的更不一样、更丰富，然后我很喜欢。每一个小朋友的创意都完全不一样，天马行空。我觉得是给艺术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冲击。我觉得他提醒我们去想没有想过的事情。文化局表示，这摆的创作对囡仔参艺术家来讲，拢是真难得的体验。囡仔会当看到家己的作品变成玻璃艺术品展示出来，是一种鼓励。对艺术家来讲，把平面变成立体的艺术品，嘛是一项挑战。画作转化成3D 的立体的这样实际上的作品哦，然后去演绎他们的作品，展现成精彩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作品的风格哦。其实可以大家现场看到，其实小朋友都非常的感觉兴奋也欣喜哦。新德市的玻璃发展自1925年开始，是新德市重要无形文化资产。目前展览当咧玻璃工艺艺术馆展出，文化局指出，未来会继续参学校合作，推广新德的玻璃艺术文化。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再去看世界，网络平台 X 也是日本的 Twitter， 即马佫有新的出头。因为新的头家马斯克为着讲，伊要减少假口罩，所以暗算要向每一个用户，逐个月拢要收一条钱，也毋过这是引起侪用户的不满。即将推特改名做 X， 佮宣布要将 X 称做超级应用程式。马斯克佮有新的想法，伊19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的时阵表示，为减少机器人消耗可能会向 X 平台所有使用者一个月收寡费用。We're moving to having a small monthly payment for use of the X system is it's the only way I can think of to combat vast armies of bots. 马斯克表示，伊接手经营了后 ，X 平台用户成长到5.5亿，不过机器人消耗问题依然无法度解决。正假消耗伫 X 顶悬，散布种族仇恨言论，地属广告相比较，平台7月就损失一半广告收入，目前已影响咱广告消耗收费。不过马斯克认为，若改做所有用户每个月拢要交一寡钱，会增加假消费注册成本甲难度，互无效公司自然地体。马斯克常常讲出一寡想法，事后无执行。不过受贿消息传出了后，已经引起 X 平台用户反弹。部分使用者表示，若要收钱，就离开这平台，甚至有人批评收钱会互 X 平台来落车。目前马斯克也无提出收贿措施的进一步资讯。公视新闻邱婉玲报道。当年寒天伫巴西东南部海墘拢会伫大西洋烟花生团，研究人员就甲因对话声音录落来，听起来就袂输亲像咧唱歌。为空中看海洋妈妈当带海洋囝游伫海面上享受美好的亲子时间。当年寒天，大溪海岸拢会来到巴西东南部的大西洋烟花交配生囝。研究人员这个时阵会出动，偷偷将因对话声音录落来。Então, a gente acabou de colocar no mar hidrofone, que tem cerca de 15 metros. Nosso objetivo é captar o canto e os sons que as baleias utilizam para se comunicar. 挂耳机听海岸声音的研究人员，面会露出愉快笑容。伊到底是听到什么款的秘密呢？
原来海岸的声音听起来像酷叔仔咧唱歌，有关节起伏、高中好的旋律。 Mas o canto da baleia para mim é o mais legal, porque a gente pode fazer estudos com esses cantos e a gente, né, compara os dados, os cantos que a gente escuta aqui com cantos de outros lugares do Brasil, do mundo inclusive. 除了录海岸的歌声，研究人员同时会利用无人机为空中翕海岸的动态。Da mesma forma que a população de Jubartes vem crescendo, o tráfego de embarcações também vem crescendo, então o risco de colisões é muito mais alto. 研究人员发现，当海岸拄到压力时，因会收得更较紧，也有可能为第三前进，变做向无特定的方向徙动。若挥发起来真接的海上交通加海洋污染，同时海岸即马面临的威胁甲挑战，好加在巴西政府伫国际海岸委员会禁止上级掠海岸了后，就立法禁止伫巴西海峡掠海岸互当地大型海岸的数量明显增加，目前估计超过2万只。公司新闻站回编编译。 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7度；外岛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